有冇諗過住一個開放式單位可以有幾多個間隔？生活空間可以有幾極致？先望一望，而家我呢個位置就係個廳。今日睇呢個單位就係600、700尺嘅 Tiffany 東南景觀。我哋可以向前望一望，望望前面係咩啦？金沙漁人碼頭都望到。而家呢個位置就係一個睡房空間。我平時工作就係側邊呢一度有張書台，佈局係非常之合理。呢一邊一堆到頂嘅日牆衣櫃全部做好晒，哇，合唔合理？合理喎、我用咗木嘅色調去做，有少少新中式，望落嚟都舒服啲。客廳就係呢個位置，平時我休息就坐喺呢個位置啦。講緊呢個單位600、700尺，月供都係萬鬆蚊，總價都係500萬唔使400零萬。對於而家坊間嘅開放式新樓嚟講，性價比非常之高。食飯嘅話，我就會喺呢個位置啦。呢邊煮完拎個煲去後邊擺低就直接食得啦。我哋喺間屋度每行一步都合理，全部裝晒入牆，冚晒落去，望落去唔會好礙眼。再望埋啦，呢個動態入門呢邊，我哋做咗一個係入牆嘅到頂鞋櫃，係整得好合理嘅。估唔到個開放式細細地，佢都做到咁多空間。入門呢個位置都闊落，同平時開放式好唔同。望埋個洗手間啦，最緊要你住個開放式單位個洗手間夠唔夠大？係絕對夠大。夠晒咧。鏡頭前嘅你有興趣呢間 Tiffany House 500萬都唔使400零萬，買到一個東南金沙景觀600、700尺，月供萬鬆蚊，揾到 Oscar 約睇翻呢個單位。關注晒我所有平台，我係 Oscar，再見。